动吃，来做事。今天带你回来我的老家。其实我真正的老家是在宝山水库里面。是，为什么？因为政府征收了，他们要拿来盖厂啊。对啊，所以就是它真的被征收，它真的就是在水底下的那一种。OK。那我还记得它那边就是有一条小溪，有一间庙，然后我跟我姐姐从小我们都在那个溪里面玩水。很多很快乐的回忆都在那边。那他们现在征收之后，我们家宗祠就移到了现在这个位置。那你现在回来，你有开心吗？有开心啊！而且今天的身份是带着你回来，我觉得很开心，能够让我的祖先们都能够认识你。对，我觉得他们那看到我，你觉得他们有满意吗？我觉得他们会为我感到骄傲。OK， 很好。对呀，我们要到家喽。你有闻到吗？有一个还蛮香的一个味道哎。一定是爸爸帮我们煮好吃的东西。这个就是家的味道。耶，到家了！爸爸回来了。哇，回来了，走哪里哦？欢迎回家。谢谢。远远的地方就可以闻得到你在煮什么东西啊？没看到爸爸。很香哎。正在炖科隆爱吃的那个红烧牛腱。那我的呢？你的随时回家可以炖给你吃啊。我可以吃一块吗？现在？等一下再吃，晚一点。也是你的。只有科隆回家才可以炖，对，好吗？好 ，OK，是。正在煮，还有一些时间，那你就先出去逛逛吧。好，我大家去，等会再回来。我大家去市场买东西，然后顺便去镇上逛逛。看一下我们还需要什么东西。对啊，好 ，OK，那我们先走了，拜拜。带你去买东西。那我们去买什么？我们要买很多，我们可以买米奇木，还有你要煮给爸爸的惊喜。好哦，可以。今天带我的老公科隆回到我的家乡，看看我成长的地方，也怀念一下我的家乡味。那同时也让他体验一下客家文化。那今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是，我还要煮菜给我的爸爸妈妈还有科隆吃。那希望科隆会喜欢今天在竹东的这个一日游。大家好，我是科隆，好久没有回来竹东，我每次回来其实还蛮期待，整个地方就是满满的客家的风味。然后客家人也是非常热情，然后客家菜也是非常好吃。同时我听说我的岳父我老爸他也有回来，然后他是帮大家煮还蛮多的菜，有一个我听说非常好吃的一道菜，那希望他煮的东西大家都可以稍微有满足到。你赶快喝。那你说这个东西叫什么？玉香珍珠奶茶。玉香珍珠奶茶。因为我们小时候，我们爸爸妈妈不让我们喝饮料。为什么？就觉得不健康啊。然后我们镇上开了这间珍珠奶茶店之后，我们姐姐就去买来给我们喝。对我来说，它就是真的是很好喝的。是真的很好喝。真的好。你看这间店，这间店啊，我们家也很喜欢来这边吃他们家的面。我最喜欢就是吃他们家的板条，他们家的板条，然后加一个红色的辣酱。真的是超好吃，还有水晶饺也超好吃的。OK， 那这不错哦。对，因为我们家每次从台北回来竹东啊，我们都来这边吃。哦。这整条永乐街对我来说就是很多我小时候的回忆。就是以前我阿公都会带着我在这边串门子聊天，这对我来说还是一条充满回忆的路。对啊，回忆很多。对。以前是什么？以前真的就是朴实。
的小镇，就是都是这种房子啊。刚刚讲到那个面，哎，你都不觉得肚子饿了吗？有一点饿，其实是我觉得可以稍微去体验看看吧。你饿吗？我最喜欢吃板条。那你有没有听过米苔目？有听过，但是好像没有吃过。那我带你去体验米其木，来呗，带你去体验素食肉。好啊，来吧。老板，我们到了哦。到了，王大哥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我们今天来找您做米其木。哦，好，欢迎，来，你这边来试试看，我已经来大准备好了。哥现在在做什么啊？这个所以已经主工在做米苔目的前置作业。前置作业，这个是串米苔目的那个板子。是，这个板子，还是要麻烦你搅一搅。你从小都是开始这个，就是做没有，这个工作。我36岁才开始不务正业。是，没有做前。那总共你做这个多久？做几年了？做18年了，做18年了。哇，有一阵子哈。是啊，软软的马鸡吗？对，好像马鸡啊。从这里开始嘛。是，好了。用手推。对，推出去，再拉回来，再推，行程长一点，推出它米苔目会比较长。大哥，我搅的速度要多快啊？慢慢来，不急，慢慢来。它主要是让米苔目下去以后不要结成一团这样。哇塞！你搓长一点。这够长吗？这个有什么技术或是技巧，我要稍微改一下。全行程这样推出去，再拉回来，这样它会比较长。这个很吃力，因为本身它的龟鸭腿它本身就是很 Q。很 Q 是没有错，好像是年糕跟麻糬的3个小孩。什么啦？那这个可以做几种料理？米苔目做出来以后，可以做煮米苔目、汤的米苔目，然后炒米苔目，还有串边米苔目，一共有3种。你喜欢吃哪一种？我的吗？是啊。因为我对米苔目没有太大的印象，但是呢，客家的这个料理最深刻的印象是汤圆，咸汤圆。哦，就是我一直以为，就比如说汤圆它是甜甜的，然后后来我才发现，其实是客家人是有咸的，就是里面是包肉的。我们家是爱吃甜的。那你饮食文化很融于我们台湾了。对，我们家是蚂蚁世家，就是我阿公都喜欢吃甜，都非常非常甜。以前。等一下你做好的你的米苔目，就拿去炒给你吃，串边的 ，OK， 弄给你吃。好，让你3种都吃到，这样。可以，很过瘾的。好。这个叫做蝉衣，也叫蝉蜕，是，它这个就是比较新凉，比较清热。可以拿吗？对，你可以试试看。来。Oh my god！ 哎呀！Oh my god！ 天哪，它好脆的感觉哦。对。好吃，来做事。你做的有 Q 味，
它给我的口感的感觉是好像是有偏向意大利面的 al dente 的样子。Oh, really？ 对，然后我会说因为 al dente 会有一点脆脆的，就是没有到那么的 Q， 因为他们是用面粉做，然后这个是用米粉做，你做的很好哎，还行吗？有啊，还不错，给你个赞。我们家以前都喜欢吃超甜的，我们整个是蚂蚁世家。因为讲实在的，我会说是蛮罪恶的，就是因为口感，对吧？就是你会想要继续吃，因为它可以一直咬，一直咬，一直咬。我现在会吃咸的，我很期待咸的。我们家虽然吃甜的，但我自己很喜欢吃咸的。好吃耶！很像那个炒面、炒米粉、炒米粉啊，都是肉燥啊，肉燥加葱，这好像好吃哎。它比刚刚那个冷的还是有一点点，就是没有那么的，我觉得它这个没有那么的硬，我觉得这个它比较比较 Q 冷，对，那我觉得很好吃。你喜欢吗？你的第一次体验你的米其姆想法怎么样？我觉得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很多人都会一直吃，真的蛮好吃的。我觉得蛮特别的，因为在我的那个印象的最深刻的就是，我都一直以为，就比如说有这种东西、这种料理，就比如说客家的，应该是说你们的范围很大，你们可以做冷的、冰的，也可以做甜的跟咸的。因为就比如说用汤圆好了，汤圆我都一直以为是吃甜点，甜的，但后来就是你的爸煮给那个什么鲜肉汤圆，然后那个也很特别，我觉得也很好吃，很好吃，也是很罪恶，就是一口一口可以接着吃。罪恶，客家食物其实超多美食。对啊。今天中午我们有去做米其末，我们去一个还蛮特别的地方，然后那个师傅他让我自己去体验怎么推米其末出来。那我觉得第一个他们是非常努力，他们是很认真，这个工作不是很简单，其实是还蛮吃力的。然后第二个我觉得说这个是还蛮厉害的一个经验，因为可以稍微体验到客家人的文化，而且是一个小细节的一个地方。然后我觉得吃起来是蛮 Q， 它给我的感觉好像是意大利面al dente的样子，然后跟乌龙面有混在一起的样子，我觉得非常好吃。带你去中药行，我们去买四神汤的材料。好，来看一下。林老板，哎，你好。你好，哪一帖四神汤？哦，好，那我先介绍四神汤的材料给你认识一下哈。对，那个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个就是茯苓，嘿，啊，茯苓，那四神里面就茯苓、芡实、山药跟莲子，啊，这是正统的。然后一般我们客家庄他们喜欢吃银杏，啊，然后添加这个银杏在里面，啊，然后除了这5种以外，我们还有替代薏仁，是啊，薏仁这样口感更多。OK， 对对，就比如说如果今天有四神汤，但是我不要这个，那剩下这4个也是可以。四神它是像我们五谷杂粮，那其实你喜欢吃哪一种没有比例的话，是你比如说啊，你喜欢吃莲子，你可以莲子多放一点，喜欢吃白果，可是白果尽量不要放太多了，白果对，因为呢，因为它有一点微毒性。OK， 对。那哪一个是就比如说他们有什么东西是比较有能够去补助什么地方？哦，像这个茯苓，它就是比较除湿气，湿气我们在像容易有人水肿哦，它这个效果真的也不错哈。是，对。啊，如果莲子的话，它就是比较补脾胃，对，补脾健脾，是，对。那这个呢？这个薏仁跟茯苓有一点雷同，它也是利水，是像消水肿啊， ，OK， 利尿，对。
芡实，对芡实它就是比较锁筋，比较补脾补胃，对，一样滋补的，对，滋补。那这样子有讲那么多，那这两个东西呢？让你发现到了嘿2种哈，你看很相像，对不对哈？这个叫地鳖虫，是可是这个用于大概都是以筋骨药那方面的啊， OK 它闻的味道有点腥臭味，闻到那个味道，对，腥臭。主要是那种类似铁打的嘛。这样你像比如讲你跌倒了骨折了吃一颗，不是还要加一些药材下去，它只是其中的一种而已。嘿它们很相像，可是这个叫做残瘀，嘿也要叫残退。是它这个就是比较辛凉，也要清热，可以用在于像皮肤痒啊，用在于眼睛干涩，都可以用得到。等一下我有泡那个，请你喝喝看。是这个里面的吗？对，里面我们有加菊花、枸杞，然后还有他本人，对，还有这个残退，在里面哦。对，在里面，请你喝喝看。哦可以拿吗？你可以试试看，来。 Oh my god！ Oh my god！ 天哪，他已经死了，你不用怕。它好脆的感觉哦。，对，来看这个，哇，这个长得有点可怕，老公。你在抖哎，你还好吗？也很像蟑螂哈。你都没有吃，你都你闻闻看这味道，闻不到。腥臭味，可以请品尝一下。养颜美容呢。干杯！好，干杯，来一喝。你觉得呢？好喝啊！好喝吗？对啊，喝了会你都喝了变冻酱，清肝明目。什么怎么讲？说生为美呢？谁没按生为安酱，对吧？生为安酱，对吗？会变漂亮对呀真的对，好喝，还不错喝不出来有这个虫虫的味道哎。谢谢谢谢老板。那不会我想要抓一铁4神汤 OK 帮我再麻烦您了。好，谢谢你啊。芡实。是。然后可以炖个排骨啊，还是猪小肚、小肠，对，都很适合。是，对。你看这样的包法很酷，就是全部都是用纸这样包起来的，然后都不会用到胶带，什么都不会。来，然后折的会很漂亮，期待让你吃吃看。哦，折法 OK 蛮好奇的你。看是不是很漂亮？是很漂亮的。真的谢谢你哦。不会，谢谢不客气，不客气。我们去中药行的时候，我对于这件事情一直是蛮有兴趣，因为这个东西也是另外一个文化的习俗，然后我就觉得说我可以稍微体验到大家怎么去照顾好他们的身体。那我们今天看了他们怎么去调那个味道，或者那个调这么一个料理，然后按照什么问题在他们的身体上，然后我们也是可以去看到有什么葱，或者有什么东西有帮助什么地方。然后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让我觉得还蛮能够去开我的眼睛，就是稍微打开我的视光一点，因为这个东西是在我们西方的这个地方是体验不到。所以有一次我不是感冒很严重吗？你是为了我跑回去煮粥，你是喂我吃因为在我的语言里，体现一个爱的人的方式就是用煮饭的方式。Thank you。我觉得他才能表现，把那个心意煮在食物里面。动吃动吃，来做事。
你喜欢今天的行程吗？还不错。你最喜欢今天哪一段？最喜欢哪一个？对，跟你一起相处。你呢？你今天最喜欢哪一个？都喜欢呢。都喜欢吗？带你来看我的家。哇，我们回来了呢！回来了。啊，回来了。哎，哇，你吃什么？好香炒开阳白菜我最喜欢的开阳白菜了，我可以吃了吗？可以啊，试试看看，试试看。来，来，谢谢老公。小心了烫哦。热腾腾的菜最好吃。好吃吗？好吃啦。好吃。爸爸煮的菜最好吃。好吃，是不是？不然真的好吃，真好吃。OK。而且脆脆的，厉害哈。好了，那我们等一下，我们换我们一起。对呀。我们2个也要煮给你吃。那你可以煮买菜。我们给你惊喜。真的。对。等等就知道。等一下你就知道了，好不好？好了啊，那你我们先去准备的吧。没问题。我这边等。好。好，来，等你们的手艺哦。没问题。好。Hello and welcome back to today's show. No, I was kidding. 开玩笑。今天我们来做什么呢？第一道菜我们来煮四神汤。好啊。我们家的四神汤是甜的，小时候就是爸爸都会煮甜的给我们吃，我们都会特别的期待，因为那个香味，整个家都会是甜甜的那个四神汤的香味，你就会很期待。但你要把饭吃完才可以吃四神汤。那你这样子放进去就够了吗？还要再加水啊？加水吗？加水要加到8分满，因为到时候这些薏仁啊，它们都会膨胀起来。等一下你就可以吃吃看，甜的。哦，有点重。加糖的话，我们要等它煮滚了之后呢，才能加。好，现在等让它焖，要让它跳起来。外锅要加2杯水，熟完之后再加糖。对，那你怎么抓？等它荡起来之后要等30分钟。30哦。对，等30分钟让它焖30分钟才会入味。对，那在这之中呢，我们来准备煮干面，你最喜欢吃的干面。好啊。那我可以请你帮我看面吗？可以。我来切东西。要下面的时候要怎么做？你要几分钟？下面看，因为你喜欢吃稍微 QQ 一点的啊，所以我就会一边煮一边吃这个味道，口感才对。我不小心吃挣脱面了。应该吃个1-2条就好了啦。对。然后在这之中，我还会切葱，因为我知道你喜欢在面里面加一点葱段。对。Thank you。水滚了吗？滚了，差不多。你今天你们也是会跟意大利面一样吗？就是这样子。不会，我煮饭还蛮随性的。哦，是。就是凭一个感觉，我就是这样刷进去。这样。你为什么都要这样摊开来煮？因为在做意大利面的时候，就是这样。啊，就是让它很顺的进去，这样子就比较好处理。那你要帮我把面顾好啊！我现在来切蒜末。蒜末，你说大蒜嘛？对呀，等下一定会很好吃，煮你最喜欢的干面。今天面快好了。面快好啦。那你来竹东，你的想法是什么？因为这也是其实是你第一次来。竹东哦，就是因为其实还蛮听到你们都一直在讲这个地方，然后我很少有机会跟你们一起回去。所以其实是我觉得今天是蛮特别的一个体验，不只是因为我可以跟你们一起回来，是因为我今天体验到的东西是比较亲密嘛，比较亲密一点，跟着你们做的这个行程是比较亲密一点，可以体验到你们小时候的一些回忆。那你呢？你有什么回忆在竹东吗？或者有什么东西？很多啊，就是让我想到以前小时候，我会跟我的姐姐们到处跑的。对。我们从宝山搬来竹东这边之后。对，我们的房子是那种透天的，是。然后我们在顶楼，我们家还有水库。对。然后我还记得我跟我姐姐们，我们都会爬到顶楼的水塔的正上方。哦。然后呢，就会眺望整个竹东镇，然后就会很好玩，就是一种小小的探险的感觉。
觉得是很快乐的回忆。那你这次你回来，你有觉得你做到的事情，或者是你有体验到的东西，跟我有让你回去那个时刻吗？有啊，还是有啊。我觉得虽然有多少有点不太一样了，因为毕竟现在很多地方都变了，但是我觉得那个回忆的感觉还是一样在的。我很开心能够带你回来。Thank you。那可以请你帮我等一下下葱吗？好，蒜头不要动 OK， 过一下滚水，然后我会加你最喜欢吃的油葱酥， 2下3下，可以7、8、9、10，好。要怎么挖起来？你需要汤匙吗？没关系，我尽量，可以吗？可以啊。我也准备了你喜欢的酱油膏，哦，然后还有白醋。第一次吃到油葱酥，你有什么想法？就是这个，第一次哦。你知道其实很多人不喜欢的味道吗。我知道你有跟我说过，但是其实我不太懂为什么，因为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台湾味的一个香料吗？它算是香料吧，对吧？重要的调味料。对啊。你闻看味道。闻得到，我从这边就可以闻得到哎。好久没有吃干面，上次煮干面是什么时候？有一阵子了。比如你觉得至少有半年？哎，有半年了吗？有了，对啊，因为你现在都饮食比较健康一点。减肥中 ，ing， 你知道吗？我最深刻的一个回忆。什么回忆？就是在你煮饭的这件事情上，所以有一次我不是很感冒很严重吗？对。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，然后那时候住在信义区，都在中和，然后你是为了我跑回去煮粥，鸡肉是鸡粥嘛？鸡肉粥。对，鸡肉粥，你跑回来给我吃，那你是为我吃因为在我的语言里，从小我爸爸就会煮饭给我们吃，对，然后或是以前小时候妈妈也会煮菜给我吃，是煮她最拿手的汤面，所以在我的语言里，我觉得体现一个爱的人的方式就是用煮饭的方式。Thank you。我觉得他才能表现，把那个心意煮在食物里面。像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要去国外的时候，我就问爸爸说，我要怎么样才能把那个米饭煮得很香很好吃？对。然后爸爸一开始就是跟我说，哎，就没什么啦，就是这样子煮饭而已啊。对。可是就是他在他洗米的时候，他就一边跟我说，煮米的话要用心去煮，因为要用爱去煮，因为你的心在煮饭的时候，其实就会通通都煮到饭里面去了。对。所以我从我父母的身上就是学到，就是煮饭的时候，其实他就是把你的爱意煮进去。所以我就会想要让你知道，就是这样子。你看味道够不够？Pretty good。很棒，太棒了。我觉得香油要多一点点。香油再多一点嘛。所以有那么一点点的压力。应该是会喜欢。那我爸爸妈妈当评审来评我的干面。好了，我觉得已经很美满了。很好吃啊。完整的一道一个干面。好喽。好喽。我煮蘑菇汤给你喝。蘑菇汤，对，然后你就是反正你把很多盐巴放在那个汤汁上，然后把那个汤放在更好上面，然后 cover 就是盖住那个盐巴，然后我吃下去。因为我爱老婆，所以我就是很好吃，但我差一点就吐出来。因为整口都是盐巴，其实。对啊。动吃，来做事。欢迎回来，我们煮饭的频道。没有，我们今天要做什么？今天其实是做 mac and cheese， 但是我们在做一个很西式的方式做，就是用米苔目去做。然后呢，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在美国传统来讲的话，是一个非常非常传统的一道菜。好，那我可能是先需要你帮我煎，好，然后一边煎，然后稍微帮我加一点点那个叫什么
那个橄榄油。橄榄油。对，不要让它那个黏黏的。没问题。好。你为什么会选择这道菜啊？为什么会这样的想法是哪里来的？主要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你很爱吃，但是因为在美国传统的部分，这个是大家都是长大一起会吃的东西，很多不同的方式可以去做这道菜，但是我是按照原本的食谱去做。那 cheese 的部分我们有3种 cheese， 那这3种其实有分要哪一种比较好？cheddar 有 sharp cheddar 是给那个很浓味的一个 cheese 的那个味道，cheese 的香味。然后这个是 Gouda 跟 Mozzarella， 那 Mozzarella 就是放在披萨上。那 Gouda 因为它的味道很浓郁，就是它非常就是偏向就是有点，如果是 cheese 可以当成一个蘑菇来讲的话，那它只是 cheese 的蘑菇，可以这么说吧？这样大家都理解吧？可以理解。好，对，但是圣诞节我们很多不同的菜，然后这个是唯一一个大家都会去做的，是因为没有一个美国人不喜欢去吃。那你在美国也会煮给家人吃吗 ？Nope， 我是给我自己吃。煮给你自己吃？只有我煮过给你吃。哦，特别。对。我也是很喜欢煮东西。先要把这个东西先弄化，弄化完之后，奶油。对，再加，慢慢的加那个面粉。你什么时候开始喜欢煮饭的？好问题哎，我其实一直都还蛮喜欢煮饭，因为我们小时候你肚子饿你要自己煮，因为爸爸妈妈都不在，所以以前是算是一个需求，你如果饿你就是要吃。我小时候我也很喜欢煮菜，因为我觉得很好玩。那我一开始接触的时候，我是从烘焙开始，然后就是喜欢烤蛋糕、烤派菜、烤布朗尼那些给我家人。那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心血来潮想要做柠檬派，然后呢我就煮了，可是我把糖跟盐的比例搞错了。这个好像听起来很耳熟的样子哦。对，我就把糖跟盐的比例搞错，然后我爸妈就跟我说，不错，可是好像有一点点太咸了。对，那你有发现吗？我就自己吃了一口，发现根本是超咸的，这真的是不是有一点点咸，就是我家人真的是给我无限的支持，是超咸的。你不是有这么做过在我的身上吗？但是有一点不是不小心的，有一点故意的，不是吗？恶作剧。对啊，你煮了什么？说是我煮蘑菇汤给你喝。蘑菇汤，对，然后你就是反正你把很多盐巴放在那个汤匙上，然后把那个汤放在更好上面，然后 cover 就是盖住那个盐巴，然后我吃下去。因为我爱老婆，所以我就是很好吃，但我差一点就吐出来。因为整口都是盐巴，其实。对啊。我这样子可以吗？这样子够散吗？还 OK， 就是不要让它粘在一起的。你是怎么样想出这个 idea 的？就是米苔目加上，因为我们刚好我们需要去做一个料理，然后那个料理是要有一点 cross culture。对，然后就是觉得说这个是一个还蛮好的一个选择的原因，是因为可以体验到美国的一种的传统味道，同时也可以提到一个客家人的一个传统的美味。那他们混在一起，我们看看如何是怎么样，蹦出新滋味。希望应该是好吃吧，没什么东西配 cheese 不好吃吧？那我可以自己换成任何一种我想要的 cheese 吗？还是说必须得是这几种的搭配？我会建议就是你要用的3种的 cheese 的料理是，他们也是必须要那个什么，能配，因为有一些 cheese 真的是你放在一起是根本就是不好吃的样子。我蛮好奇的，这个等一下会吃起来怎么样？对，我也蛮好奇的。OK， 我 getting there。要不要帮你丢进去？好啊，等一下你帮我拿。这个料理算是简单，但是需要耐心，因为你一次你全部都下，很容易弄坏。怎么说？就是因为cheese需要融化，然后你要慢慢的加那些其他的，就比如说奶油、牛奶跟鲜奶油，不然如果你没有慢慢的等或是慢慢的放的话，它们会聚在一起的，然后就是没有办法融化，它是变成好像是一种的cheese汤的样子，就不好喝。你看这个就是哇，就是越来越靠近那个很浓稠，那个浓稠，对，整个进去吗？对，这个它也是吗？对，这个也可以。全部。你帮我边搅，我帮你倒。好。
再加。那 cheddar cheese 也要加进去吗？好，我们要用全部，我们不用全部差不多一点点。这样子。那剩下的呢？剩下我们的嫩就放在最上面的样子。等一下，很好奇爸爸妈妈吃起来会有什么想法？尤其爸爸对，把他的客家的变成真的。西式的合并的。好，来我们加一点点这个，因为等一下这个是什么？这是 paprika， 会不会辣？会，这个会，所以我们要加一点点就可以了，因为太辣了，有一点受不了。谢谢。OK， 应该快到了。你试试看味道。我试试看，可以。好吃吗？That's right. OK, here we go. 下啊。好浓稠哦。如果你下次我们也把米苔目带回去美国给你家人吃，你觉得他们会喜欢吗？你觉得米苔目的口感，美国人会喜欢吗？一定是会喜欢，但是你说，因为那个米苔目的那个味道，其实是看你是来煮什么东西。就像你这样煮，如果你就把这道料理完全应该呈是对，现回去，这个一定是非常好吃。这道料理乳糖不耐症人可以吃吗？小心一点哦，小心一点哦。OK， 先这样。All right。哇 The final touch。我自己也好期待哦，没吃过这种口感。我看得出来啊，你的对啊，没吃过那个这种口感眼神就知道你是哇，我想吃。专业大喷枪。那如果家里面没有喷枪的话怎么办？烤箱烤箱，我要烤多久？烤一下下，然后上面有比较脆脆的，你就差不多了。看起来好脆哦。对啊，就是要让它炒脆的。佐料啊。好，可以了。好，来，我们来听听看。好，上面是脆脆的，下面很 Q，cheese 的味道很丰盛，我们就可以开动哦。准备开始了。吃饭。添呢檔飯魚，可能啦，魚同種咧陪爸爸媽媽食晏，所以爸爸準備煮到東西，強調食，很容易的自家有煮油啊，大家準備美食嘛，大家交流一下哈，看看手藝。可以哦，哇，好，現在是我人生第一次聽到你這樣子講話。來，囧下來，這是你女兒做的乾麵哦。這是我做的乾麵。是的。科隆最喜歡吃的。對。在家的时候，他就会很常要吃啊，说要吃干面，我就会煮给他吃。如何？不错。那可以接受吗？我重口味对我这样比较淡一点。比较淡。我说这个比较淡哦。哦。好啊。因为爸爸口味就会稍微重一点，蒜头会加更多。哦 ，OK。好哦。耶，我及格。好吃，好吃，真的好吃，不错。谁煮的？四神汤谁煮的？四神汤是我煮的。哦，很奇怪啊。我们试试看。不会奇怪，它是有，当然汤是甜甜的，但是里面所有的口感又不太一样。一般听到和客家人吃甜的四神汤都觉得很惊讶，对不对？搞不好是我们主动地区的才主动在吃的样子。真的哦？对，不是所有客家人。没有。妈也是第一次，他说煮四神汤甜的，我也吓一大跳。可是就真的好好吃，因为我们把它当饭后甜点啊，觉得不错吃，所以或者大家流传吃喜欢吃甜的。那又是什么？这个是，对，等一下就知道。我们今天做的那个西式的米苔目 cheese 的料理。
西式的米苔木，这样会好焗吃吗？烤是吧？你们还记得那个吗？圣诞节他不是有煮过那个通心粉？嗯，他今天就融合对，双然后我就是用放进去。对改米苔木对不对？对你可以试试看。你帮爸爸装。一点点就好。我要一点点，等一下放那装给你。反正有加西史就一定很好吃，就对了。好，哦，这四神汤好厉害哦，还不错哦，有吗？真的吗？真的好吃，你能把爸爸说厉害，代表比通心粉好吃。是哦，你能让爸爸说很厉害好吃，一定很好吃。那你今年圣诞节就可以用这个喽。对，因为台是要的话湾台湾人比较喜欢 QQ 的口感，哦，对，通心粉比较软，真的好吃哎对不，对？QQ 的对不对？哪一个对对啊，还不错吧？好吃，真好吃的厉害。下一次没想到说米苔木可以这样煮法，一般我们都吃甜的或者吃那个。赶快去注册，到台北卖。是注册，好啊好啊，但是赶快摆摊。米苔木要主动这个摊来在这边买嘛，对，才有办法有。台北比较软，这里比较 Q，童年是你回来，爸爸才煮这么多，煮你们爱吃的。对，现在我没有哎。真的哦。那他爱你，就煮很多好吃的。那谢谢你，我也爱你。对啊，光烧那锅那个牛蛙都烧很久。平常吃地瓜叶比较快，汤米汤也是。开心我们有这样的机会一起聚在一起吃饭，难得。难得哈。赶快好吃你。很久没有回来了。对啊，改天你们回美国去的机会就会变很少了。对呀，好好吃哦！你第一次吃到爸爸煮的红烧牛腩的时候，你的想法是什么？很嫩，肉很嫩，超香的。给你看多嫩，你看就可以这样子捏，你看这是不是蹲太久了？多嫩，哇哇塞！来试一个，哇，来一个镜头哦，好不好？好不好吃？非常棒。超好吃的哈。会不会很咸？不会不会，那个刚刚刚好好，是真的是刚刚好，那个味道真的是很美味。这个好，这个里面好吃的秘诀，一个是那个洋葱，洋葱要先炒过；第二个是要放很多的番茄，真的是所以会好吃。这样会甘甜。真的很好吃，而且肉好软哦那。你们写起来，叫爸爸抄食谱给你们。你觉得？因为我们上个礼拜我们也有聚在一起，那跟这一次有什么不一样呢？我觉得就是回到竹东很有感触吧。为什么？我以前是小时候是阿公带我的，对，他都会牵着我的手啊，然后带我去农乐街去走，然后去拜访亲戚啊，那或是陪他去他的楼上的花园去种兰花。那他走了之后，我就觉得有点难过，因为我没有花太多的时间跟他在一起，然后当然是觉得有点遗憾。对那时候也是难过了还蛮久的，然后一直到就是科隆，妈妈你还记得不是科隆跟你拿阿公的照片吗？然后对啊，他那次我也好感动啊，他说他要让你开心，对他就是他偷偷的跟我拿你的照片，对，他就画画，拿了阿公的照片，然后跟我小时候的照片，然后再去请画家画画。对，然后因为我手上还有一只阿公送我的一只小猫咪的娃娃，他就请画家把我跟科隆画在一起。我是科隆，不是把我跟阿公画在一起。然后科隆还没进入。还有那只小猫咪玩偶。然后因为阿公以前我还印象很深刻，就是因为以前我小时候头发不是剪像呆瓜嘛，对对啊，阿公就说像小丸子马路口，马路口所以我还记得阿公就会叫我马路口，然后他就请梦多把那个日文翻出来，然后就是在下面写说马路口阿公阿公爱你，阿公爱你，阿公永远爱你。对，然后对我来说，我觉得是很感动，就是有一种小小的遗憾，我没有看到花太多时间跟阿公在一起，可是就是他好像似乎帮我用不同的方式去完成这样的愿望，这样子，所以我很珍惜跟家人在一起的时间，我觉得很难能可贵，谢谢你，不会，爱你哦。我也爱你，你怎么会有这个想法？可能是因为你要想说，就是时间过得很快，那个时刻结束就没有第二次，所以想说就是用另外一个方式去补回来，对吧？阿公真的很疼他，那个家里只要有那个鸡肉一出来以后，那个他才3岁而已哦，一定是鸡腿给他的，因为他很爱吃鸡腿。难怪每次对呀去便当店就是吃那时候才3岁，我们心想说他怎么可能咬得动那个鸡腿？可是阿公阿妈一定是那个鸡腿一定是给他，没有人敢去动那个鸡腿。
然后他会牵着他去买他爱吃的糖果，那个画面其实是我们留在印象当中里面很深刻，因为他小小的，然后阿公个子又高高的，他有时候还会拿着一个小小的一个那个拐杖，这样带着他往前面去那个买糖果回来。爸爸有遗传到阿公，阿公等于说他知道我们回去喜欢吃什么样的菜，会煮什么样的菜。那就像说，他说你这次要回来，爸爸知道你喜欢吃这样的东西，他就会煮这个东西给你吃。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从他们刘家这样遗传下来，等于说父母亲对子女的爱，他不是在言语上面，可是他会从食物上面里面让你去感受到说，他其实是很关注你，很爱你，他知道你喜欢吃什么东西。谢谢。对啊，所以我说我们平常还吃不到哎，你看到你还可以吃得到这么好的，谢谢爸爸，不要客气了，应该的，反正大家都大家快乐就好。谢谢爸爸妈妈煮了这一整桌的菜，那我们今天要把它吃光光。好，尽量，好，尽量吃吧。好啊，尽量吃啊，尽量吃。生意他爱国家，温柔父子，目定天腳嘅聲，愛獻書紅嘅自由，一天南風。從前的愛愛強送比，唔講怕天天的戲，唔講怕風風的戲。上下台風，唔驚險的無路。上下點風，有我心愛袂跌落，愛講。會轉來。